喂，原來電動指甲鉗唔係智商稅，因為有咗佢，你就夠膽蒙眼剪指甲。開始挑戰，嗱，淡定放上去，求其來回磨幾嘢都可以剪得咁靚仔。噔噔，呢個就係韓國朋友仔寄俾我嘅最新款，唔係電動指甲鉗。無論指甲有幾長，擺上去碌幾嘢就圓圓滑滑啦。磨出嚟嘅指甲會全部收集喺呢度，唔會到處亂飛。最關鍵係啲刀頭點都唔會整親啲肉。而家我用我老婆嘅牙刷嚟試下佢究竟有幾鋒利，鋒利十足，刮得又快又乾淨。因為有咗佢，夜晚瞓覺突然間醒起聽日要見歐陽震華，必須要剪指甲。一夜彈起唔使開燈，仲唔怕嘈住老婆。因為有咗佢，以後一邊睇波一邊幫老婆剪指甲，都唔怕剪到佢啲肉。有咗佢，我唔好對眼眼蒙蒙都冇問題，自己剪指甲安全冇問題。就連 Benny 仔都愛不釋手，從此愛上自己剪指甲。插爆一次電可以用足30幾次，擺喺度半年都仲有電啊！屋企擺翻個，一家大細都啱用。Follow Benny，陪你一齊發現更多小驚喜。